领任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有后学习导读，我们开始了。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由静咒也生家，佛非则在劫。大士古然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王娘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高丽民，姓氏江美纯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。恳叩请持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